孟玲每次食飽飲足之後，就好容易開始犯困，但係佢個下腹又成日脹住，令到佢想瞓都瞓得唔安穩，越瞓唔到就越容易心煩。孟玲喺床上翻嚟覆去，傅廷修察覺到佢心緒不寧，自己都醒咗過嚟，伸手覆住佢個小腹，用好溫柔嘅聲線問佢做咩事，邊度唔舒服。孟玲又轉咗個身，屈起小腿，低聲話小腹脹住，好辛苦。懷孕期間下腹脹，其實都係正常反應。傅廷修低頭錫咗錫孟玲塊面，柔聲講：老婆，辛苦你啦，脹氣未必可以即刻解決，但係至少可以安撫孟玲嘅心情。就係呢一下親吻，的確令孟玲心入邊甜絲絲。兩個人側身瞓住，面對面望住對方。孟玲捧住傅廷修塊面，動情咁都錫咗錫佢嘅唇，笑一笑話：而家好好多啦。傅廷修揚起嘴角笑咗笑，抬手摸咗摸佢個頭，用一雙深邃嘅眼望住佢，講：孟玲，今生有你已經足夠。孟玲閉上眼，用塊面輕輕撐住佢胸口，話：我知道你係擔心我身體，我同你唔一樣。我而家每日都諗住個 BB 出世之後會係咩樣。諗住佢會唔會係一個似你咁靚仔嘅男仔，又或者係一個又靚又可愛嘅女仔。如果係女仔，小名就叫小糖果；如果係仔，就叫小穩球。傅廷修笑住話：呢個細路仔令你咁受罪，擺明就係小穩球。孟玲都忍唔住笑咗，話：邊有人咁樣講自己個仔㗎？傅廷修笑住，將佢攬入懷入面，下巴抵住佢頭頂，嗓音低沉順口，講：孟玲，我驚佢會令我失去你。呢一刻嘅傅廷修唔係咩億萬富豪，只係一個心痛老婆嘅丈夫。老天爺會眷顧我哋嘅。孟玲並唔害怕，佢對未來充滿期待。BB 喺佢肚入邊多留一日，佢心入邊就踏實多一分。等熬到7個月，一切就會好起嚟。傅廷修其實好想講，根本冇必要攞條命去賭。佢唔需要咩孩子傳宗接代，佢只想要有孟玲喺身邊嘅日子。可係話到嘴邊，佢最後都係咽翻落去。孟玲滿心期待，佢又點忍心兜頭潑佢冷水？瞓啦。傅廷修又錫咗錫孟玲額頭。依家公司嘅事，傅廷修已經唔係太上心，開始交俾傅博軒去處理，咁佢就可以專心陪住孟玲。好。孟玲閉上眼，啱啱有少少悔意。黑暗之中，電話鈴聲突然響起。呢下突如其來嘅鈴聲嚇到佢心頭一跳，佢撐住身坐起嚟，話：傅廷修，幫我攞下手機睇下係邊個打嚟。傅廷修都跟住坐起身，從床頭櫃攞過手機遞俾孟玲。大姨。孟玲好詫異，咁夜啦，大姨打電話俾我做咩？孟玲一邊地呼一邊接通電話，電話一接通，周文秀惶恐嘅聲音就傳咗過嚟：孟玲，快啲幫下楊柳，佢啱啱俾警方帶走咗。周文秀喺電話入邊急到喊晒，孟玲聽到都跟住緊張起嚟，話俾警方帶走。到底發生咩事？周文秀喺電話入邊將事情大概講咗一次。原來楊柳同朱軍發生衝突，朱軍由2樓跌咗落去，之後被救護車送走，朱家報警，楊柳亦都被警方帶走。周文秀打呢個電話過嚟，就係想求孟玲幫手，想請傅廷修出面去警署保釋楊柳。依家都差唔多凌晨。周文秀喺電話入邊不停哀求，孟玲亦都冇辦法拒絕。佢望咗傅廷修一眼，傅廷修點咗點頭，表示自己可以去一轉警署。
孟玲呢先回覆周文秀話：好大姨，你唔好急，我叫傅廷修過去一趟。掛咗電話之後，孟玲一臉憂心咁講：我聽大姨個意思，朱家似乎係想告楊柳過失傷人。朱君傷勢嚴重，如果佢真係捱唔過去，咁件事就更加麻煩，搞唔好楊柳真係要坐監。傅廷修講：我先過去睇下情況，你早啲休息，我一陣就返嚟。孟玲點頭應咗一聲好。傅廷修之所以親自出面，其實都係睇喺孟玲嘅面上。傅廷修去到警署之後，同入面打咗聲招呼，再仔細問清楚成件事嘅來龍去脈，之後交咗保釋金。冇過幾耐，楊柳就被放咗出嚟。楊柳見到企喺大堂入邊嘅傅廷修，有一瞬間成個人都恍神。佢完全冇諗過，原來嚟保釋自己嘅人竟然會係傅廷修。走啦！傅廷修神色淡然，望咗楊柳一眼，就邁步向外面行去。楊柳回過神嚟，急急腳跟咗上去。警署門口停住一架邁巴赫，傅廷修拉開車門，自己坐咗入去。楊柳喺後座同副駕駛位之間猶豫咗幾秒，最後選擇坐上副駕駛位。呢係佢第一次同傅廷修單獨相處，而且仲係喺咁狹窄嘅車廂空間入邊。楊柳一邊緊張，一邊又忍唔住心底湧起一陣欣喜。傅廷修問屋企地址，楊柳低聲答：雙蘭路86號。車子啟動，傅廷修開車往雙蘭路方向駛去。一路上，兩個人都冇講嘢。喺傅廷修眼中，楊柳只不過係孟玲嘅表姐，佢今晚嘅任務就係將楊柳安全送返屋企。楊柳幾次想揾話題同傅廷修講嘢，但係又完全唔知應該點樣開口。唔知過咗幾耐，傅廷修忽然開口：你今晚係故意去揾朱君，想同佢同歸於盡。楊柳聽到呢句，驚訝又惶恐咁望向佢。佢驚訝嘅係傅廷修竟然會主動同自己講嘢，佢惶恐嘅係傅廷修竟然一眼就睇穿咗佢嘅目的。呢個方法太蠢。傅廷修一邊開車一邊冷靜咁講：對付朱君有好多種方法，你偏偏揀咗最蠢嗰一種。如果朱君真係死咗，你就等住坐監。對唔住，楊柳自己都唔知道點解，竟然會對傅廷修講對唔住。喺傅廷修面前，佢覺得自己個腦好似轉得特別慢。佢受周文秀嗰番說話影響，一時衝動，先會諗住同朱君同歸於盡。當然呢件事入面，亦都有一部分係受到傅廷修影響。佢見到傅廷修對孟玲咁體貼，心入邊既羨慕又嫉妒，同時又覺得好絕望。楊柳用眼角餘光偷偷望住傅廷修，佢心入邊希望返屋企呢條路可以再長一啲，再長一啲，架車可以開得再慢一啲，咁樣佢就可以同傅廷修相處得耐一啲。也許呢一世佢同傅廷修可以咁樣單獨相處嘅時光，就只得呢一次。傅廷修本來想俾佢提供幾個辦法，但見楊柳心不在焉，就冇再講落去。再者，依家都唔係講呢啲嘢嘅時候。眼見快要到雙廊路，楊柳心入邊萬分唔捨得。忽然間，佢捂住自己個嘴，扮到好唔舒服咁講：麻煩你停一停車，我有啲暈車，想嘔。傅廷修望咗佢一眼，將車靠去路邊停低。楊柳要做戲就做全套，真係跑到路邊，假裝嘔咗幾下，點知仲真係吐咗少少出嚟。傅廷修見車入邊啲紙巾用晒咗，於是將自己條手帕遞咗俾佢。楊柳有啲受寵若驚，雙手接過手帕，話多謝。佢仲未講完，傅廷修已經轉身上反車，淡淡咁講：
吐完就上車。孟玲一個人喺醫院，我唔放心。楊柳將條手帕緊緊攥喺手心，根本捨不得用。佢緩咗一陣，先重新上車。距離雙廊路最後2公里嘅時候，楊柳盯住前面條路，個人好似突然受到咩刺激咁。佢側過頭望住傅廷修，開口講：傅廷修，我中意你。講完之後，楊柳即刻緊閉雙眼，唔敢睇，亦都唔敢聽傅廷修會點樣回答。唔知過咗幾耐，耳邊忽然響起傅廷修清冷嘅聲音：到咗，落車。楊柳擘開眼，先發現原來頭先一切都只係佢自己幻想出嚟。佢心入面反而有少少慶幸，幸好自己冇真係講出口。否則傅廷修以後恐怕連見都唔會再見佢。楊柳落咗車，低聲講：多謝。傅廷修神情寡淡，只係輕輕應咗一聲，乜都冇再講，就開車走咗。對佢而言，今晚嘅任務算係完成。楊柳企喺原地望咗好耐，又攞起手入邊嗰條手帕，放到鼻前輕輕聞咗聞。上面有傅廷修身上嘅氣味，好好聞，好似榆子花嘅味道。傅廷修呢條手帕係私人訂製，手帕一角仲有手工繡上去嘅一個傅字。咁樣嘅手帕，傅廷修其實有好多條，佢根本唔會在意少咗呢一條。然而對楊柳嚟講，呢條手帕卻好似珍寶一樣。呢條手帕上有傅廷修嘅氣味，係佢貼身用過嘅物件。楊柳聞住手帕上嘅味道，嘴角慢慢揚起，整個人就好似着咗魔一樣，心入面念住傅廷修，嘴入面亦都默默念住傅廷修嘅名。佢當年同朱軍拍拖都未試過咁着迷，佢就好似重新活過嚟一樣。喺傅廷修面前，佢冇咗平日嗰種驕縱，亦都冇咗高高在上嘅脾氣，反而處處小心翼翼，又滿心歡喜，完全就係一個陷入暗戀入邊嘅女人。1日之後，孟玲出院，方瓊同傅英傑都嚟咗，可見傅家人對孟玲有幾重視。方瓊提出：小修，不如帶小玲返屋企住啦，我都可以照顧小玲。傅英傑亦都話：我覺得咁樣可以。聽到呢句，孟玲望咗傅廷修一眼。傅廷修一邊幫孟玲折好啲衫，一邊講：唔使，我帶孟玲返水木天城住，嗰邊住慣咗。至於安泰老宅，有個唔中意孟玲嘅傅老太太喺度，傅廷修肯定唔會俾孟玲去受委屈，更加唔會俾佢去聽老太太念叨。方瓊同傅英傑都明白傅廷修嘅意思，亦都唔好再多講乜嘢。東西收拾好之後，方瓊好識做，主動幫手拎行李。傅廷修就扶住孟玲一齊出院。孟母冇嚟接佢哋，因為佢喺屋企忙住煮飯。今日孟玲出院，孟母一大早就帶住跑跑去街市買餸。返屋企之後又煮飯又燉雞湯。跑跑今日特別勤力，只要係佢做得到嘅活，佢都搶住幫手做，有時仲會主動搶住做。其實泡泡係好驚自己會被新爸爸、新媽媽嫌棄，驚佢哋唔要自己，所以先拼命做嘢，想令大家中意佢。孟玲一入屋就聞到一陣飯餸香味。佢對住屋入邊喊咗聲：媽，你煮咗咩好食嘅啊？好香啊！返到屋企，孟玲成個人都覺得自在好多，金鍋銀鍋都唔及自己屋企個鍋舒服。聽到孟玲返嚟，孟母開心到即刻從廚房行出嚟，話：返嚟啦，親家公，快啲坐，我鍋入面煲緊雞湯，仲煮咗酸菜魚，炆咗鴨。一陣就食得。傅廷修將孟玲嘅換洗衫攞入房間，孟玲啱啱坐低，泡泡就已經倒咗一杯水過嚟，話：
媽媽飲水，多謝泡泡。孟玲心入面忽然有一種自己變咗全屋人掌心寶嘅感覺。跑跑又幫方瓊同傅英傑倒水，忙完呢啲之後，跑跑又走去廚房洗生果，成個人忙個不停。由孟玲一入屋開始，佢就見到跑跑幾乎冇停過。就算一時之間冇嘢做，跑跑都會刻意揾啲嘢嚟做。孟玲覺得有啲奇怪，於是將跑跑叫到身邊，話：跑跑，你想唔想睇電視？我幫你開電視睇一陣。跑跑搖咗搖頭，話：媽媽，我唔中意睇電視。孟玲即刻愣住，呢個小朋友點解一日唔見，就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？之前泡泡一聽到可以睇電視，明明都會好開心。孟母笑住話：跑跑今日可乖啦，一大早就起身，仲幫我拖埋地，又陪我去買餸、洗菜嗰啲都係佢幫手做，連佢自己啲衫都自己洗埋。孟母一路誇泡泡乖，完全冇意識到呢件事有問題。孟玲聽住孟母嘅描述，轉頭同啱啱由房間行出嚟嘅傅庭修對望一眼，兩個人都察覺到跑跑有啲唔妥。傅庭修喺沙發旁邊坐低，望住泡跑問：話俾爸爸聽，係咪有咩事瞞住我哋？我哋係一家人，有事一定要講出嚟。泡跑揪住自己雙手，搖咗搖頭，乜都唔肯講。孟玲放軟聲線，溫柔咁講：跑跑咁乖，我哋當然都好中意。但係如果跑跑有小秘密唔肯話俾我哋知，爸爸媽媽會唔開心噶。一聽到呢句說話，跑跑即刻就諗起周文秀之前講過嘅話。周文秀話過，爸爸媽媽一嬲就會唔要佢。泡泡忽然間就喊咗出嚟：媽媽，你唔好嬲，唔好唔要跑跑。跑跑好乖，跑跑乜都識做。佢呢一喊，搞到孟玲一時間手足無措，連忙氹佢：跑跑乖，媽媽冇嬲，唔喊唔喊。傅庭修亦都耐心咁循循善誘：跑跑，爸爸媽媽唔係怪你，亦都冇叫你做家務。跑跑咁懂事，我哋好開心。但係我哋希望跑跑如果有小秘密，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。孟母都被跑跑突然間喊成咁嚇到有啲懵，連聲氹住佢：跑跑唔喊唔喊。方瓊同傅英傑唔知應該點樣氹，只能企旁邊幹望住。佢哋都唔明白點解孟玲會突然咁樣問泡泡，又點解泡泡會忽然喊得咁傷心。泡泡一邊喊一邊講：二婆話媽媽有咗自己嘅孩子之後就唔要泡泡啦。跑跑會聽話，媽媽唔好掉低跑跑。聽到呢句說話，孟玲個心狠狠咁揪咗一下。跑跑本身心靈上就受過創傷，比一般小朋友更加敏感，更加冇安全感。佢最怕嘅就係再次俾人拋低。孟玲鼻尖一酸，即刻將跑跑攬入懷入面。唔會嘅，媽媽會一直愛你，唔會唔要你。孟母聽到之後好嬲，忍唔住數落呢個姨婆都真係嘅，點可以同小朋友講呢啲說話？嬲就嬲，但係孟母其實又唔好意思真係去質問周文秀，畢竟周文秀係佢親家姐。傅庭修拉住泡泡隻小手，認真咁講：你而家姓傅，叫傅雲石，係我傅庭修嘅女兒。你一定要記住呢一點，呢件事冇任何人可以改變。做人要抬頭挺胸，要有信心咁生活，知唔知道？你係我哋嘅驕傲。泡泡似懂非懂咁點咗點頭，慢慢指住喊聲：爸爸，我唔喊啦。佢係爸爸媽媽嘅女兒，係佢哋嘅驕傲。佢要有信心，唔可以再自卑。好啦，好啦，大家先食飯，個個都肚餓啦。孟母招呼大家一齊食飯。跑跑亦都冇再好似之前咁畏畏縮縮，
唯唯諾諾。食完飯之後，方瓊同傅英傑就先離開。孟玲開始犯困，就返房午瞓。孟玲喺屋企，傅婷修先放心啲，於是去咗一趟公司，孟母就帶住跑跑落小區樓下散步。婆孫兩個啱啱行到小區嘅遊樂設施場地，孟母就見到陸海生嚟咗。陸海生手上拎住大包細包嘅營養品，一見到孟母就笑住行過去。小蘭，你喺度啊？陸海生笑住講：我嚟睇小玲。呢幾日我返咗杭州辦啲事，今日先啱啱返嚟。聽講小玲有咗，係咪真嘅？咁真係太好啦！我哋個女真係爭氣。孟母皺起眉頭：咩嘢叫我哋個女？嗰個係我個女。陸海生，你快啲走啊！小蘭之前唔係好好地嘅咩？點解又嬲啦？陸海生厚住面皮氹佢：你知唔知道我今次返杭州做咩？我同蕭艷瑜辦咗離婚手續，你睇下呢個。講住，陸海生就將離婚證拎出嚟俾孟母睇。孟母震驚咗一下，接過離婚證睇咗一眼，又難以置信咁望住陸海生：你真係同蕭艷瑜離咗婚？嗰仲有假咩？小蘭，其實我心入邊一直裝住嘅人都係你，當年同佢結婚都係迫於無奈。陸海生一副情深意切嘅樣子講：我知道我以前傷咗你個心，我以後保證會改，會好好對你。陸海生呢套戲演得簡直爐火純青。其實呢張離婚證只不過係佢喺天橋底揾人整嘅假證。蕭艷瑜又點可能咁容易同佢離婚？不過呢張花咗大價錢整出嚟嘅假證，真係整得幾逼真。孟母一時間都分辨唔出，結果真係信咗陸海生嘅話。孟母亦都冇諗過，陸海生竟然真係會同蕭艷瑜離婚。孟母睇下手入面張離婚證，又睇下陸海生笑到一臉真誠嘅樣，問：如果女兒唔係嫁入富貴人家，你會特登由杭州嚟揾我哋母女，你會離婚？陸海生嘆咗一口氣，話：小蘭，我都唔瞞你，我同你講句真心話，呢啲年我被蕭家壓到透唔過氣，我一直都想離開蕭艷瑜，但我都要對得住陸家列祖列宗。以前係我懦弱，可係我一直都係愛你嘅。小玲嫁得咁好，亦都令我終於揚眉吐氣一回，先有勇氣同蕭家對抗。呢番說話半真半假，孟母心底都忍唔住有啲動搖，但係佢仍然講：陸海生，我唔理你同蕭艷瑜之間點樣，但係你唔好妄想打住女兒名號去做啲有損女兒嘅事。我對你已經好失望，我信過你一次，就唔會再信你第二次。邊個知你係咪又同蕭艷瑜一齊上演苦肉計？想再打我女兒骨髓嘅主意？小蘭，我發誓今次絕對唔會。珊珊已經做咗骨髓移植手術，係陸晨捐俾珊珊嘅。陸海生舉起手保證，其實佢心底入面亦都確實已經放棄咗陸珊同陸晨呢對兄妹。陸晨一聲唔出救咗陸珊，捐咗骨髓之後，陸晨以後大概都廢咗。依家陸海生就係要牢牢捉住孟玲呢邊，投靠呢個富貴親家。孟母係知道陸晨同陸珊骨髓匹配呢件事，所以對陸海生呢番說話倒都冇太懷疑。孟母啱啱想再講啲咩，就見到一班警方人員朝住呢邊行過嚟，之後又直接向住3棟1單元嗰邊去。孟母覺得奇怪，就問同樣喺小區帶小朋友散步嘅一位婦人：大姐，點解小區嚟咗咁多警方人員？你唔知道咩？有小朋友唔見咗。嗰位大姐講：3棟姓梁嗰戶人家，佢哋個細仔唔見咗。姓梁嗰戶，孟母好快反應過嚟，原來係梁小平個仔唔見咗。
梁小平之前因為虐待跑跑入咗局，先啱啱放出嚟冇2日。大姐話：係啊，上晝唔見嘅，到依家都有2個鐘左右，仲未揾返。陸海生又湊埋嚟刷存在感，問邊個屋企個細路唔見咗？孟母望咗一眼10幾米外正在玩滑梯嘅跑跑，講以前收養跑跑嗰戶人家個孩子。小區發生咁大單小朋友失蹤事件，自然惹起好多住戶議論。小區入邊啲熱心大媽都湊過嚟講，都怪孩子佢媽，個細路先幾大，居然帶住佢去麻雀館，自己顧住打麻雀，邊度仲顧得住睇孩子？連孩子幾時唔見咗都唔知。好快又有人圍過嚟講，嗰個女人真係唔係人，最慘都係個小朋友，帶住小朋友點可以去打麻雀？就係咯，真係作業，仲係個男仔，可惜啦，唔見咗2個鐘，恐怕都未必揾得返。頭先我見到孩子佢爸成條街咁揾到好似癲咗咁，孩子失蹤，林業平成個人都崩潰咗。個仔就係佢努力生活嘅意義，依家個仔唔見咗，佢覺得個天都塌落嚟。警員嚟到之後做咗筆錄，詢問事發時嘅情況。孩子唔見嗰陣，林業平並唔喺屋企，而係出咗去打散工。佢已經好耐冇出去返工，屋企啲錢差唔多周轉唔過嚟。梁小平由拘留所出嚟第2日，林業平就出去打散工，將孩子交俾梁小平照顧。點知先過咗冇2日，孩子就唔見咗。面對警方詢問，梁小平只係識得喊，根本講唔清楚，來來去去都係嗰句：我唔知道啊，我喺度打麻雀。個孩子我叫咗茶樓老闆幫手睇住，佢幾時唔見咗？我真係唔知道。林業平一諗到個仔係因為老婆打麻雀先失蹤，火氣即刻湧晒上嚟，抄起身邊張凳就向梁小平砸過去。梁小平，你還我個仔，我叫你喺屋企湊仔，你走去打咩麻雀？你唔打麻雀會死咩？嗰個係我老林家嘅根。你即刻俾我將個仔揾返嚟。林業平平時老老實實，唔係好發火，依家突然間大發雷霆，嚇到梁小平成個人都唔輕。警員見狀，趕緊上前勸阻，調解兩夫妻之間嘅矛盾，亦都承諾會盡快揾返孩子。警員前腳先走，林業平後腳就將梁小平拖入睡房入邊打。個仔失蹤，令林業平徹底失去理智。佢對住梁小平拳打腳踢，成棟樓都聽到梁小平慘叫，但冇人上前勸。好似梁小平呢種女人，大家都覺得佢係活該。以前佢將跑跑打到死去活嚟，今次都應該好好俾人教訓一餐。梁小平嘅慘叫聲持續咗好耐，林業平越諗越嬲，怒火攻心，衝入廚房拎咗把菜刀出嚟。梁小平一見到林業平拎住菜刀，嚇到即刻向門外跑，一邊跑一邊大叫：殺人啊！殺人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梁小平驚恐到極點，邊跑邊喊救命，嚇到連把聲都變晒，都已經喐刀，邊個仲敢出嚟幫手？林業平拎住刀喺後面追住梁小平，成個小區追住佢跑。小區住戶紛紛從窗戶探個頭出嚟睇熱鬧，小區入邊好耐都回蕩住梁小平淒厲嘅慘叫聲。大人們都趕緊將喺小區玩緊嘅孩子帶返屋企，孟母亦都急急腳帶住跑跑返屋企。陸海生趁住呢個機會跟住一齊上樓。林業平喺梁小平身後怒罵：你呢個賤人，我叫你打麻雀，我今日非要斬咗你隻手不可。最後梁小平始終跑唔過林業平，手臂上被斬咗一刀。梁小平用手捂住被斬傷嘅手臂，坐喺地上喊，對住林業平大叫：有本事你就去斬嗰個姓孟嘅。林業平
個仔唔見咗同我冇關係，全部都係嗰個姓孟嘅帶走跑跑，我哋個仔先會出事。林葉萍諗起算命先生講過嘅話，話佢個仔同跑跑嘅命係連埋一齊。跑跑俾孟玲收養之後，佢個仔就出事。林葉萍情緒變得極度激動，胸口劇烈起伏，手入邊仲纏住把刀，雙眼通紅，個樣嚇人到極點。梁小平手臂上嘅血不停流，有膽大嘅人走出嚟睇熱鬧，但都只敢匿喺遠處偷偷望。梁小平冇再跑，個仔失蹤對佢打擊亦都好大。相比起個仔唔見咗，手臂上呢啲痛根本已經唔算乜嘢。梁小平坐喺地上喊：我個仔啊，你到底喺邊度啊？應媽媽一聲啊，姓孟嘅，全部都係你害嘅。我哋一家本來好好地，如果唔係你，我個仔會唔見咩？林葉萍嘅目光死死盯住梁小平，惡狠狠咁舉住把刀講：梁小平，你真係死豬唔怕滾水螺。我將個仔交俾你，你如果唔打麻雀，個仔會唔見。我話你知，個仔如果揾唔返，我同你冇緣。丟低呢句說話之後，林葉萍拎住把刀又翻咗入去，呢場鬧劇先算暫時告一段落。兩個人鬧到咁大，成個小區都知道晒。孟玲自然亦都知道梁小平夫妻個仔失蹤嘅事。呢件事發生得太突然，孟玲聽完都忍唔住唏噓。孟玲對孟母講：媽，呢幾日你少啲帶抱抱落樓下玩，我擔心撞見嗰兩夫妻，佢哋會對抱抱不利。梁小平之前打過泡泡，依家佢個仔唔見咗，話唔定會將火氣發洩到泡泡身上。總之，小心防住啲好。孟母應道：唉，我知道，我見到佢哋一定躲得遠遠嘅。你係冇睇見啊？嗰個林葉萍拎住把刀喺成個小區追住人斬，真係嚇死人。孟母而家諗翻都仲心有餘悸，肯定要令泡泡離呢兩個人遠啲。陸海生趁機插嘴：小玲，呢啲係爸爸買俾你嘅一啲補品，你記得食，補下身子，對你同孩子都好。佢如果唔出聲，孟玲差啲都已經忽略咗佢。陸海生真係臉皮夠厚，跟住孟母入屋之後，完全唔當自己係外人，十分自來熟咁，自己喺沙發上坐低。孟玲一時之間真係有啲拎陸海生冇辦法。講到底，陸海生始終係佢親生父親，難道真係可以當仇人咁對待咩？做唔到當仇人，孟玲就只能將佢當成陌生人。孟母語氣淡淡咁講：陸先生，啲嘢你攞返去，我哋唔需要。小玲，呢個係爸爸一啲心意。陸海生一邊講，一邊向孟母使眼色，希望孟母可以幫佢講兩句好說話。但係依家嘅孟母再唔會犯傻，佢起身講：我去準備煮晚飯。孟母直接揾個藉口離開。陸海生回過頭，仲想同孟玲講嘢，孟玲亦都跟住起身，招呼跑跑，跑跑跟媽媽入睡房，再瞓一陣。見孟玲都要走，陸海生趕緊開口：小玲，你之前提出嘅要求，我全部都答應。唔好話1/3家產，以後成個陸家都係你嘅。我願意公開向你媽媽道歉，懺悔呢啲年對你哋母女兩個嘅虧欠。孟玲腳步一頓，目光淡淡咁瞥咗陸海生一眼。佢心入邊好清楚，如果唔係因為有傅庭修，陸海生根本唔會多望佢哋母女一眼。陸海生滿面堆笑，嗰副討好嘅嘴臉，令孟玲真係對呢個父親生唔出半點好感。陸先生想點做，嗰係你自己嘅事，同我冇關。孟玲語氣淡淡咁講：當初你第一次嚟揾我哋母女嘅時候，其實你係有一次懺悔機會嘅，可惜呢個機會係你親手毀掉。至於以後你點諗點做，全部都係你自己嘅事。我收咗你嘅撫養費，等你將來老咗，
我會履行對你嘅贍養義務，僅此而已。講完之後，孟寧就牽住跑跑返入睡房。陸海生又慚愧又尷尬咁坐喺客廳沙發上，佢就咁俾人晾喺度，冇人理佢，所有人都當佢係空氣。其實陸海生本來真係有機會得到原諒，只要佢第一次揾上佢哋母女嘅時候，肯真心悔過，對佢哋母女哪怕有一丁點憐憫同懺悔之心，事情都唔會去到今日呢個結局。但係陸海生既然已經追到京市，又點會咁容易放棄？臉皮厚到極點嘅陸海生唔單止冇走，仲笑嘻嘻咁走去廚房幫手。小蘭，我嚟幫你。孟母嗰邊暫時按下不表，另一邊盛宇集團，傅廷修望住手入邊一份投標資料，眉心緊緊皺埋一齊。就喺上午，公司參加一個投標項目失敗咗。企喺一旁嘅羅成開口講：傅總，我覺得呢件事應該係公司入邊有內鬼，有人偷咗我哋嘅投標報價出去，否則點會咁啱？對方公司報出嚟嘅價竟然同我哋一模一樣。羅成都覺得好納悶，完全諗唔明點解競價會同對方公司完全一樣。除咗公司入邊出咗內鬼之外，佢真係諗唔到第二個原因。今次項目冇攞到，前期投入嘅心血全部白費，之前疏通好嘅人脈亦都全部白費，至少損失接近1000萬。傅廷修放低手入邊份資料，聲音冰冷咁講：去將傅博軒叫嚟，仲有所有負責今次投標嘅人，全部叫到我辦公室。係，副總羅成立刻轉身出去。冇幾耐，傅博軒同投標負責人黃有為就一齊嚟咗。黃有為人如其名，確實算得上年輕有為，30歲就已經做到項目部副經理嘅位置。黃有為知道傅廷修今次揾佢，一定係因為投標失敗呢件事，所以一入辦公室，佢就有啲發粗，有啲緊張。就算傅廷修一句說話都唔講，只係坐喺嗰度，氣場一開，黃有為都已經有啲招架唔住。傅博軒就仲未知發生咩事，一入嚟仲嬉皮笑臉咁問：大哥，你揾我做咩？你唔係喺屋企陪住嫂子咩？點解忽然返公司？傅廷修冇理傅博軒，只係面無表情咁望向黃有為，問：講下今次投標到底係點回事？被點名嘅黃有為心頭頓時一跳，連傅廷修嘅眼神都唔敢直視，趕緊講：傅總，今次投標嘅底價係我親自做嘅，亦都係我自己分析出嚟嘅。我真係冇俾其他人睇過，我亦都冇抄襲人哋，我真係唔知道點解會變成咁。傅總，對於今日發生嘅事，我真係好慚愧。傅博軒聽到一頭霧水，完全未搞清楚情況。傅廷修嘅食指漫不經心咁輕輕敲住台面，淡淡咁講：你嘅能力我信得過，否則你亦都坐唔到項目部副經理呢個位。關鍵係對方公司點解會同你報出一樣嘅價格，甚至連數據分析同規劃都十分相似。黃有為急到唔知點算，呢件事非常嚴重，公司損失接近1000萬。呢個責任佢根本承擔唔起。佢忽然諗起一件事，開口講：傅總，呢份數據分析我曾經俾副董事睇過。喺正式投標之前，我只俾過副董事一個人睇。呢句說話一講出口，黃有為即刻恨不得咬甩自己條魚。佢喺度亂講啲咩呀？副董事可係傅廷修嘅親生爸爸。佢咁樣講出口，唔係等於令人懷疑佢想推卸責任咩？傅廷修神情微微一冷，問：你確定？黃有為面露難色，佢確定，但係呢句說話又點敢講出口？一旦講咗，佢個飯碗可能就冇咗。傅廷修忽然提高聲線：黃有為，我俾你3秒時間，我要聽真話。
仲有邊個睇過競價資料？黃有為硬住頭皮講冇啦。講完呢句說話之後，黃有為已經等住被炒魷魚。可係辦公室入邊靜默咗幾秒之後，傅廷修卻只係淡淡咁揮咗揮手，你可以出去。黃有為完全摸唔透傅廷修到底咩意思，只能老老實實咁退出辦公室。傅博軒呢陣亦都算係聽明白咗，忍唔住問大哥，一定係黃有為講大話，又或者係有人偷咗資料，而佢自己都唔知道啫？呢件事總唔可能真係咁吧將投標價洩露出去啩？傅廷修冇回答傅博軒呢句說話，而係喺電腦上瀏覽今次搶走項目嗰間對家公司嘅資料。呢間公司嘅法定代表人姓傅。傅廷修將電腦屏幕轉過去俾傅博軒睇。傅博軒湊近望咗一眼，神情即刻變得凝重。傅天晴，呢個人係邊個？一間註冊唔夠1年嘅公司，竟然夠膽同我哋搶項目，